出埃及记第8章，水过的灾难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去埃及王遐，甲伊讲，上主安尼讲：放我的子民离开，互因通敬拜我。你若毋放因去，我要用水过扰乱恁全国。尼罗河要生足侪水过，因要对河年起来，入去你的宫殿、你的房间，爬上你的面床，阁要进入你的人神的厝，跳上你的人民的身躯，进入你的灶甲炒面粉的器躯。水过阁要跳上你的人民甲所有人神的身躯。”上主阁对摩西讲：“你甲阿伦讲，举你的管仔支尼罗河溪甲水池，互水过爬起来埃及地。阿伦伸手举埃及全地的水，水过就跳起来，盖满埃及地。埃及的术士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，互水过上来埃及地。埃及王叫摩西甲阿伦来，讲：请恁求上主，互这个水过离开我甲我的人民，我就要互这个民族离开，去向上主献祭。摩西对埃及王讲：好，请甲我讲，什么时通为着你的人神甲人民祈祷，将水过对你甲王宫诛灭，互水过只有留伫尼罗河。伊讲：明仔载。摩西讲：我会照你的要求做，安尼你就知，无一个会当甲上主阮的上帝比。水过会离开你甲王宫，离开你的人神甲人民，只有留伫尼罗河。摩西甲阿伦离开埃及王出去。摩西为着上主派来损坏埃及王的水过，求救上主。上主照摩西的恳求去做，互伫厝内定年甲田野的水过拢死，人甲因捡一堆一堆，埃及全地拢是臭味。埃及王看到代志有解决，就硬伊的心，毋听摩西甲阿伦的话，拄拄照上主所讲的。撒母的灾难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得甲阿伦讲，举你的管仔拍土粉，互埃及全地的土粉变做撒母。因就安尼做。阿伦举管仔拍土粉，人甲精神的身躯就拢有撒母。埃及全地的土粉拢变做撒母，人甲精神的身躯拢有撒母。术士用因的法术嘛要互土粉变做撒母，毋过无法度。术士对埃及王讲：这是上帝的作为。毋过埃及王的心硬，毋听摩西甲阿伦的话，拄拄照上主讲的。雨神的灾难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明仔早起，埃及王画起尼罗河，你着徛伫伊的面前，对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放我的子民离开，去敬拜我。你若毋肯，我要派规群雨神飞来你遮，伫你的人神甲人民的身上，搁入王宫。埃及人的厝甲因住的所在，嘛要有规群的雨神。迄日，我要将我的子民徛起的高山地区分别出来，伫遐无规群雨神。我安尼做，是要互你知，我上主是全地的主。我要将我的子民甲你的人民分开。明仔载这个新日一定会发生。上主就安尼做，雨神规定爬入埃及王的宫殿甲伊的人神的厝。埃及全地拢因为规群的雨神荒废。埃及王就叫摩西甲阿伦来，讲：恁去，伫我的境内阮的上帝献祭。摩西应伊讲：
安尼做袂通，因为阮要献互上主，阮的上帝的祭物，埃及人看做禁忌。阮若伫埃及人的面前，用因看做禁忌的物献祭，因减袂用石头甲阮沉死。阮要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，照上主阮的上帝的命令献祭互伊。埃及王讲：我允准恁离开，互恁伫旷野上主恁的上帝献祭，毋过袂用得去伤远，哥恁着替我祈祷。摩西讲：我要对你遮出去，上主祈祷，求伊互规定好神明仔载离开埃及王甲你的人神以及人民。毋过埃及王毋通阁骗阮，毋准即个民族离开去献祭互上主。摩西就对埃及王遐出去，上主祈祷。上主就照摩西的恳求，互好神拢离开埃及王甲伊的人神以及人民，无留半只。即便埃及王搁硬伊的心，放即个民族离开，